銅鑼灣係香港嘅核心地段，係最旺嘅購物同娛樂心臟地帶。無論平日定週末都人氣勁旺，大型商場同百貨公司林立，上至國際名牌，下至潮流小店同美食餐廳應有盡有，非常啱做零售、餐飲同娛樂生意。依家為你介紹位於銅鑼灣耀華街嘅商廈聲，坐落喺銅鑼灣不夜天核心地段，人流日夜絡繹不絕，人氣大廈，形象一流，適合各行各業進駐，靈活度好高。單位建築面積3000幾尺，現時更有限時優惠，租客可享極長免租期，高達6至10個月，配合超筍價格，特惠租金。無論你做餐飲、美容、娛樂定特色概念店，都係難得嘅黃金機會。有興趣歡迎盡快約睇，先到先得。